许仙准备到黄永昌店里向去伺候。走廊向水铺几台5只2块方格，身浪向行队必听，毛正神啊大圣堂，天也分2族类。昨日大圣堂4个先生温过圈嘴，刚吃了透色杯、过早包、对巨台了野手盘。世界带来着，还有今朝里是精神百倍，红光满面。啥他们自家也做烂辈子呀，搿心里向也开心的了。现在到店里向一看嘛，哟，搿个自家的大妹在搿哈，离了三牛皮去。昨日他只是刚刚采过香木了呀，今朝才不归，他进来嘛，大家伙子。哟，4位先生，你们早啊！4个先生分隆咚写出来，今朝太早了。不，今朝难早。哎，你们早。喏，那奶奶是一个中枪的。买下再呢嘛，骨头也轻着，你嘛日比难早。我晓得呢，今朝啥地这样子？做什么？我有行头嘛别听，我晓得个。昨日他把你到阿嫂，摸他2声，门手屁股上筷子一记。哈！一夜天想想，总归自家不对，自家总归是后期，所以一个老子来拍你老板马屁嘛，做他2句好生意。哎呦，搿种闲话也难听哈！刚刚大清来才来拍马屁噶。搿么来才我跟你讲，今朝我是来伺候的，我自家也做老板子。那，该说不知道听话。哎，4位先生啊，想你们是哪里话来？那不是的，不是噶。搿么你今朝一个来这来啥？我话，真正的呢，我来伺候的。啥么子啊？你来围对你老板生意噶？是的。哎哟，些许啊，看上去围对老板生意。莫他在雷云上看中侬呢，挖好几挖他。不是的。那么抽空身体走去走职场办干部。搿种闲话也难听啊！也不是的。那么龙福东呢，围对老板生意做啥事体啊？老实与你们讲了吧。哎，我也伺候自己开张的了。啥么子啊？你也自家开店做老板啊？是啊。哦。哎。郭先生，你说几哈？我哎呀，单位开的。哎，你自家的分队子这样的年数分开出店来，那个写出来骨头轻，也想开店做老板，困比那个空浪头一样嘛。哦哟，许先生想去啊？搿种啥个闲话呢哈？你打发个你真这样？哎，4位先生，那向你们虚的是字，哎，老着你们讲了吧？啥？我狗手也是去开张的了。4位先生，哎，倘若将来你们莫有饭吃啊，哎，那如果我家店中进来吃有便饭，也是可以的呀！哒。自家的气得一些叫我谁提混的？啥个闲话？把老板围对生意，你把地方去带你屋里向吃顿便饭，戳得个眉头。听哈，哪怕你把王永昌围对生意，有面过把子带出去摊贩，超过那一个。生气我的啥真正心里个出来真正孩子。是心的哈，您带里向一看，哎呦，阿叔你带在了嘿来再说还了孩子，你也进到哪来？师傅大神，小事来了。王永昌一看不对，老子过许是一个老子来凶多吉少，为了围对我生意，一定要热情，要客气。老子瓜。我奶奶是个这个，还是清楚。预售在此。阿西啊，当我海我5月上见面来。师傅大神啊，不用了。那我早就已经吃过的了。吃过子啊？阿西啊，当我怕被名人逼龙城，不用了。有王树阳不个写出来，干嘛的你不属于去忙呢？师傅大神啊，不用客他的了。毛皮啊，怕不进。面孔一本正经，我晓得，昨日当我个闲话讲得特松，搿三句蛮尖，今朝看上去来，随时围定我生意。咁么呢？我不是一般性人，我是王永昌。我晓得呢，这样的日叫下来个脾气我莫推，男人心肠厚。我觉得说2声闲话，拍那马屁。办个法事，那马上开我开不出。
所以把爸娘娘猜上。老实讲啊，你当主话说大声堂说辰光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个脾气，你个脾气，你大家侪摸上子。主话说嘛，样样好，说说好，谁是一点不好？我欢喜贪杯，日日半夜吃2顿老醉，不吃醉呢，8嘴8家不舒服。那么吃子醉呢，要唱和，要发醉疯。不管自家人、亲眷、隔壁乡邻、伙计、小儿，侪要骂三门。我想啥昨日到摇快店要吃醉，吃醉辰光不晓得拿拉着管阿拉边了。我在旁边呀。啊，你说你那边了？哎呦呦呦呦，那么出来哦！这话说昨日到烂醉吃多，得罪之呢，拉着管么那嘿嘿。这话说今朝得呢当面。备在。哦哟，许三看嘛，自家家三把娘娘厉害个。为点啥忙出来辰光你谁讲个？你讲三个人啊？如果你打扫店里向去，你打扫到你当面赔礼单去，你那哈？现在看嘛，哎哟，阿嫂啊，你实地会得当面当我赔礼单去噶？本来了，我个心饿啥个？你既然当我胆子再好，可是我肯定当你马马虎虎。但是现在不来着，啥他们大家三讲哈个？随便的哈，我今朝要伺候，我自家要做来办个，所以今天起身来，师傅大人，向你许的是此，也是相识的不好。不我不好，那是我的不好。别刚才才是自家人，肯定是我不好了。师傅大人啊，像我今日的得力前来嘛，一桩事儿也与你商议商议。副领导，那如果啥个事体啊？师傅大人啊，这为我娘子道歉。像我如今再不出外归，我已知道不必。可我今日的我得力前来，晓得。来着觉得不是，得力前来2个字伺候，还是我还把那2个字得出来，得出来嘛，办法在500在。我办店也比阎罗王开饭店500小区上大门。那还要试试看。凭我王永昌3寸不来之日，打内7个里飞马，8个里飞牛，让那2个字开不出口，岔开里。老子管，你别讲的，这么说晓得。你老子管脾气嘛，我也清爽。这个本来呢，你等让我店里向，办法在身上，我把你1年40两银子。你一高头过日家，那可以了。笃笃定定。但是现在你都家族导致小亲戚半高大苏嘴，3高头开火窗，你苏嘴比你到杭州没事贵啊！我也清爽理解40两是不够，10个，那么你经过开口打你说着道理自家人，这话说高呢60两，吹满100两。哦哟，对对，妈妈阿说那个跑的几辰光这样倒不出来这家哈，搞得我100两的了。按在以前嘛，再还不有的，但是现在不能够答应你这个。师傅大人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是啊。哦，像我今日的呢，得地谁来？晓得着，晓得着，别讲着，我清爽。这个你老是顾到底自家人同地人之无所谓。你都告诉白娘娘大致小亲半家到周知上地方金家乡，徐朗朗不舒服，那么你经过大叔商量。我给他3里3地，3如不是插瓜人心，不拘人心。明朝你关张到家乡大致小亲黑轿子，但我大声当2家人家并1家，亲郎家亲。阿说你想得最大了海话，这次以前是再还不有，啥他们搬到一台是了海了，我带你店里向来上班还方便点。但是现在不来这个，我今朝是来伺候的呀，各种条件我侪不能够答应的。师傅大人，亦不是的。还不是的。像我今日的得罪谁来？晓得，晓得着。你别多说闲话。这话说肯定清爽。这个你到周知上地方但蛮大，太大呢还不灵。这个做事体，家家卫生啊，蛮吃力。是你到小叫么大人家出来，是个一个屋里小亲戚不够，那么你经过开口当我商量。这话说苏州城里向对得住，是样吧？明朝开始，阿叔打内海2个屋头，2个童儿，帮到来打工，做钟点工。
同地非你多出，阿叔打难吃。哦哟，阿叔啊，你得想到是对最大了海哇哈，但是我不能给答应你个这个。师傅大人啊，一不是第啊，不是个，像我真是的得地谁来？晓得在，哎，晓得在，你别讲着。我哪会得发清爽？我肯定清。王永昌想有，昨日大概闲话讲得过头，今朝看上去完结了。嘴巴里讲晓得，搿闲话也说出去，晓得在，那就管。哈，我清爽。哎，三哥，你多讲些搿点好，到底自家人还理解做话说。动地房子无所谓，离大字小青的苏州势头不服，离杭州西游边浪等关着，所以也想搭来叫我来商量。你到夫妻两家头大字小青从苏州回到杭州，夫妻两家头过脱个半年半。咁么，你经过开口，非要客气，是吧？明早开始，这话说放那6个号头假，你大家些下头回转杭州，我6个号头工地不可以。哎哟，爹地妈妈，你放我6个号头个假得了，半年得了吧？但是现在那个种条件，我侪不能够答应。爹说妈妈，你啥体啊？你那闲话不把我讲下去个呢？都让当中往里向拉头我。你自家是我个闲话哪讲出来法子呢？一想原则，阿叔啊，你要错出来蛮好。少天们我们来讲得快点，让你错不出来子了完结。这样大概打点。哎，师傅大人，老主管，这些都不是的。我讲谁不对？是啊。哦，那这位我家娘子对不起，像我再出外国，知道不必，跟我真的我得地谁来是好的。搿实配想辣。不晓得个小句讲得这样快，要想拿来不及一下一看，13根叔叔背的出眉头。老主管，这样看起来，我昨日搭搿句闲话讲得过分，你今朝来翻本。哎呀，师傅大人，不是的。咁么我到龙福洞，你一个人在外头做话说生意嘛，你做点啥事体呢？师傅大人，啊，都是为我也时候时机开张的了。啥么子？你搭做话说一样，也做老板子。是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笑。你为笑了，讲闲话一点点不分寸。药材店不是其他店，现在开店不容易的单风险。开药材店首先要资本，那不是其他店。药材店的本地也大，你一年我把你40两嘛，你哪够开药材店？哎，师傅大人，啊，想小食，但是没有。但是我家娘子们呢，她乐于夹菜的。我晓得个，你独家支付余洞里人家千金小姐有点私房洞的，你要开药材店远远不够，实际上你都用不脱这样吧？你当独家些商量，我搿点私房洞的包单做话说，大声的作为投资，到年底一旦分红，按个起息，你看哪？阿叔，你手里做生意人哈，门槛也紧啊！我店也分开了，介绍同龄人子才包单就到底起息啊！哎，师傅大人啊，不夜了。非啊？是，我定然也是去开张的。半夜开店？我到龙福洞对于这样的同龄人子，我家娘子她叫我1万两分银。你多讲注一句话。1万两。1万两啊，够了。1万两是够在，够在。哟，师傅大人，哎，像我今日的谁来嘛？这位我家娘子她家里，那让我请你回到家中开一开，这市面开出来嘛，能费兴隆的。走，王永昌想还有一线希望。你独家主带的年纪轻，现在讲不社会经验，规则我马上根子虚线到专辑上第10家门面去看。第10家门面下来，开药材店4K 80，开出店来生意
阿发，你都讲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今在根子内学习，到周知上，我首先要看你都告知我，到下头小青是人还是妖怪？是人，我不怕。凭我王永昌搿点本事，关照呢白娘娘有1万两银子，不敢搭三出来开店。是妖怪，妖怪快点让离开，妖怪我受不过，非弄我大身上受脱子。那就管，实际上说起来，13叫为是相信祖娃说。是啊，祖娃说了，15岁爷娘浪向婚子实际上对年数，第一次见13叫，你多高兴，那么我还要装装那场面。哦，身浪向行头原子加隆咚来完成，我去换一身。不用练。非啊，祖娃说出客衣裳，实敲不脱，我去换一换。等下啊，王永昌到里向一本正经，身浪向换好一件古铜颜色的海青，脚浪向香啊白马。李出去呀，背后带个人，底下人阿西。对个阿西毛也细夸，这个写出来身上的行头像皮带布这个，3个行头分大。阿西呀，有哇！马上跟子许相公到南去看里头热闹闹，那身浪向的行头像皮带布，还要抱着，哈出去个。那么有哇，侬还去换行头呀？稍微阿西还要去换行头，那像阿西还有行头换，哈个行头来在地当里当脱，走去让娘搭子兄弟3年过。现在到房间里箱子底落啃出来，还是13岁辰光长。有2只布丁，大是大得蛮清爽，换了身上么跌了胖歪歪的，打出来，有啊！你看看该身行头哪行？王永昌一好。先那个出来，你那这个衣裳上种腔的，跌了胖好当里，上不上抖不抖？有啊，我该身行头还是果然搞名牌产品，啥么子？叫3长2短，三句讲闲话有3长2短，你着衣裳有3长2短，啊，那么谁查查吧？大喜。根须细，雨水周围，窗门城门洞进来，500几个辰光，达到周之上，视若两用，脑中起醒。哦哟，王永昌眼特，苏州城里向有10哈个水坑，我再晓得个大圣堂发开了，芦江开得周之上，现在后悔莫及。告知讲的根子虚细。大子阿西达到第2家门里，许仙过来汽水帮门，青儿，开门来！先生眼睛过来，门一开，一看门，呀，相公，你今回来了？是啊，青儿，快些迎接王友2位。哦，背地跟还2人，这个人就是王永昌，眼睛过来门，哪一位先生？青儿迎接王友喂。王永昌眼睛门的杀一亮，哦哟，搿张面孔漂亮，老主管，那个啥人，苏大人，他随着我家青儿啦，啊，你谁是小青？王永昌最牛的人还是妖怪？人啊，老实讲，妖怪打得脱我2只眼睛。我2只眼睛就好厉害，出来我也厉害，无人花边。哦哟哟哟哟！原来那谁是大名鼎鼎亲家家不敢当亲戚。都是王友喂，青儿，说说大不得流流禀明我家娘子，说叔父大人大不得此际，命我家娘子出来迎接叔父大人。是，先请大爷上，得，马上楼浪下来，那么把的娘娘，说娘娘。你在我楼吧，说他们相公走来着，王永昌你还来着。娘娘听啥么子？现在王永昌带我搭的第1走排头，讲起来了，你是我长辈，
而且三个人带着书记摊贩做比赛，侪是理出子同龄人子，西江一在公馆里向拿我三个人搬出来。再这样讲起来，你还是你讲人家居民恩公，搿是我今朝要对你客气。所以关在三清清上啊，你手里向呢端正只红枫袋，里向包含你两银子。那么呢，再端正一个大门的包袋，手里向只一只海，跟我一袋下lø吧，两高头得，下lø大概到底客堂间跟水，三清眼睛门里一些，马上里向喊进去。我家娘娘吃饭了。王永昌跟许仙到阿西刚巧到里向身体生病，听见娘娘出来，两只神爱武器激动子坐在屏风杯牢牢看。娘娘人搭在外头，只看见屏风杯过来为小家头上满头紫彩，身上不花不迭，搿张面孔三把三嫩。想想来如果拿那标志面孔改两张，我王永昌一张改不上，你帮我一张也好，出来我把你一张嘞。看到王永昌坐对个白娘娘，小天，好狗。俺看见标志面孔嘛好狗，搿个是生活当中平常日叫侬脱去观察一种常识。看见标志面孔侪好狗，你也听见看见标志面孔好慢的，一般性看见，哦哟，来上，搿张面孔标志，听得老神的。你倘若好慢，谁不认？哦哟，来上，搿张面孔灵的，阿咪。夫人，别个好狗有两种狗，一只叫搭的狗，一只叫搭发狗。搿张面孔灵光，搭的狗，哦哟，搿张面孔灵，标致漂亮。还有一只叫搭发狗，哎呀，搿只头名面孔是，还不叫你搞主我嘞。搿只叫搭发狗，所以王永昌现在买搭的狗了浪盯牢这个白娘娘。娘娘人在外头，那么那关在三清清呢？大门就对啊，当中他是以门前抱一抱哈，自家个人眼睛上来。啊，叔公，请上手，带奴家背起。王永昌想也是况我们看眼脱。你都带结婚的，当中塔斯卡被放下，叫我实入红珠袋铺下，难当我领不清。我还实务个，我一入实务上去，这个13叫下来磕头也没见面的。我大概来看两张标志面孔，也没动地出来。搿来还叫王永昌了，后个不来个，那朋友血头蛮好，13叫。你这个不来噻，个太客气。我个阿叔不是对亲阿叔、救命的阿叔，这个当中哪还是不来个，别客气啊！平日也不来气的，不还是个应当的。许仙了边浪向，对里毛毛今朝不是要拿铜钿要龙江那个老子，那么高主不来，我公不来，我外公面孔上笑眯眯，过来坐在王永昌边波浪向，这苏大人应当的。不用客他过来呀，眼睛透过来，侬王永昌忙正塔斯卡背上，砰一拳，苏大人手下不要活动，原来是quoi？你往哪来过？这13家，你不能举讲，我搬到海来，请来不能动了啦。哟，叔公身上带奴家背起，不，你不，我银子也改了。还啥起来？还啥起来？我搬到海来，请来快点起来。都是了。王永昌也没出来，没出来不叫王永昌。搿十派高去讲的，神女顶拉子白娘娘辣辣看。边浪向个三星星侪看下来呀！哦哟，王永昌，你石头有哈？挂在帽子讲对对对，侪不错哇！你个娘娘啥个客气对你磕个头，你看的呀？高去讲眼上天也不冒出来个哈！娘娘后阳功夫还呀，衣服会刚少个，咁么呢？我不来哇！说三清清，高去讲眼白带里边浪向一来。
喂，拿出来。王永昌一看，赶忙头里玩出枪，搿些酒的说杂水。你当我讲个，也太见面的。我来再讲，大概打来看两张标志面孔，赶路同地，不叫王永昌。那边浪水伸过来，我头不过来。老实讲啊，阿科长你踏上搿种实小将，真正福气，意外的，意外。在门口这里进来哇哈，介绍搿只水伸过去，你个头不走起这样，再来哇，得，白大的灰忘的嘛，哪有喂，拿出来。要西瓜个山猪在那顶梁之上个哈，搿么来毛针改面来重要头不过来，十三家。搿个啥辰光带苏州来噶哈？哦哟，边浪向三清清去啊！哦哟，你带石头去了海哇哈？哪是我别吃了啥个？你这口浪头这样这样不来不去孩子，我跟来子呢白来白去个呀，搿但我不甘心子，所以忙着你边浪向一立，杀起么三脚头呀，让接句子子。啊，哇哟喂，我家娘娘与你开了对门，见面的哪来哦？呀！王永昌想法了，穷要父母出来，搿些酒的为结为里举子唱为里写的，只不浪向讲一个只水生大大不里。代代碰上布想一时口，你刚才也想拐跑的，临出门辰光，无见海清，03人子在那个就龌龊个里，新个里代代里明白，可是今朝长辈，自家农家他没发出来，不像我王永昌大老板，封建社会，卡住个赤卡衣裳了。侪有20个银子，这个现在谁嘛20个银子放到衣裳裤下头，当然了，自家父还搿嘴比较听话。搿个20个银子还叫原始定，伊搭银子一样，可以市面浪向去流通，还没么事。王永昌最年定，我给的行头2只原始定20个银子，要6两1张。但不是讲12两银子，搿个2只原始定，我年纪轻辰光，弄到现在，酒光的话有颁奖，我当礼拜杯，还是随着俺送班多，可是不来，伊拉动脑筋，衣裳裤里20个银子拿出来，小姐，今朝黄梅龙江匆忙而出。说大明白，不过不要紧，喏，该打有2只20个银子原始定。不过我要打来讲，不是正足银子啊，是过开的银子。随即等那该打抵押10两银子，等些我关照你地下人阿西拿10两银子来说。可对你妈妈说个闲话讲哈，为骗我了过开银子，为了说了这个，没喊你演的，现在不能眼色看。2只银子拿到手里，得，忙正在我盖里向进去，拿把剑带出来，只怕里向儿童正义罪女们，2只女板浪向咔嚓，啥体剑得了8分4三。那么说起来女板银子呀，啥个啊？那个剑带得动个，哎呀，谁轻轻呀，身浪向有灯个呀，儿童正义罪女们剑上去，3个像豆腐这样嫩个，剑3个为么拿到外头？王一喂，你晓得这个银子乃是公开的呀？不是的哇，喏，乃是真的哇。你看看呢？阿爷来，那水个也死夸，我们2只酒光的话800把你赚到8分4三，这个是汉银子。哎，汉银子哇，不是公开，不是个，送班多吧，重要费的，出卖的。2只标志面孔也改了6两1张，12两起的，想有。今对个阿西茫茫个写出来拎不清爽，别人讲下头叫我拎得清，得知人他见面的，你看里呢，不同的嘛，哭出乌了，卡有，今夜关头上去他这红白位，这个是好机会，提醒的，
阿西啊，哇！写出来一年大要像行爱他个松弛，哎，看见许相公多少拿拿，夫妻客队领上，当时我王永昌教教不你。阿西想侬还忘记脱在，该些辰光上去一只红白不为啥？哪是起眼睛来起来过来？啊，哪拉拉上头，我是王永昌店里向个仙女，叫阿西。写出来客头上天弄我蓝白大了了，这个名堂叫娘头西，看见哪哪客头了也不能上帝个。哎呀，你看嘛，哦，这个就是阿西，但没语气的。阿西哥罢了，山城灵山。下次哪哪边上一领，边浪向小青青刚刚端正好一个红枫的，也就拿过来。阿西哥哥，那这是我家娘娘。上与你的，你到哪哪帮我干？我到哪哪比你来边跑的都把侬自家一般的嘞。小姐，不妨是的。那么阿西呀，你拿着人班嘛，写着呀，写出来还不灵。对来边王永昌忙忙有哇，你出卖的我2只有事情，不这话，脑袋没无心，别骨头轻放下，脑袋没无心，别烦，好我袋没考问呐。有哪在边浪向小青青过到这个啥气质啊？哦，哎呀，王永昌你得出来哇哈！这个阿西来太红白，阿西啥人来？第下头人个，厉害太！那么我们呢？我不是下头呀？那么我还来个问，啥个？我不来，所以眼睛过来嘛，马上王永昌门子一立。啊，王有为先生，小青青个王有为可得脸，不，我拿出来。搬起上头看自家家，刚才还有2只有事情交回，现在也没拿进新的海青脱我。不要紧，阿西水里向把么事发生，农家谁教教？阿西，阿西，小天，你轻点写出来，你把人风先交把有啊？不讲，啥天不讲？那个来自门口进教子不辰光回。你好提醒有话，那么今朝谁也不交给，个写出来。哟，边浪向娘娘才看下来呀！哎呀，对三天妈妈，你啥天呢？弄得了个种枪的，我来教会吧。哎，青儿，须得发誓，快快起来，恩师。海莲啊，我家娘娘家莲们，妈。谁不也王永昌觉得端3口子在后着，513家出来拉了要龙江，这个13家，少公真的不容易。你这样以为标记，我有啥辰光到苏州来的？来了几天了。哦，那么啥天不早点到朱老叔店里向来不相信？这位老叔父手身最不开呀。那么下来你要上来上我。是。哎，娘娘想哦，你当我那配对在，那么我正在带下也讲2句好闲话。为的啥不管呢哈？你总归啊，出自同龄人子，弄我3个人从西江一站公馆搬出来，你也生得太饭做比赛这样，我大概常常来了。啊，叔公13家，想侬嘛，有几句话2、3次。13家讲，那
将来抓急急，都要说功下巴的。听完王永昌，这有口说不出。这个十三家面孔漂亮，讲的闲话才顶漂亮，永远不忘记我王永昌阿叔大恩大德。最女的才是那个女人，你不来买他的，你一来马上关着很多男人牙齿巴里干渣渣，围着我开店做老板。想想真正弄不懂，可张我自家老几句话弄不过来白素贞。不晓得你不晓得了，1383的了，你要关着里头非要开店，小夫妻两个的坚决要开店，那么要准备开店，无为继说。